係，大家好。咁近日咧喺廣州發生咗一個狗媽媽同佢三隻狗 BB 被虐死啦，喺6月28號發生嘅。咁我想你睇到個封面就係我希望大家能每人助念同佢助念，就幫依家狗媽媽同佢三隻 BB 嘅靈咯。咁其實而家佢好需要呢樣嘢。咁首先我講講，我係好相信助念係幫到，因為我自己係曾經為三隻死咗嘅過身嘅寵物，自己嘅寵物助念，咁而三隻喺夢中都有感應嘅。係好奇特嘅夢嚟，係好特異嘅夢嚟嘅，即係仔細我唔講啦。但係令我係好相信，因為我自己其實我唔係咩專業佛教徒，即係個普通人咁樣嘅啫。普通人咁我都有受過教育，咁普通人咁，但係我自己助念完係自己親身經歷，即係冇人㗎。咁我係好相信助念係真係幫到亡者，而且係令佢能夠去到西方極樂，脫離六道輪迴嘅。咁其實西方極樂係好開心㗎，因為唔需要再輪迴受生老病死，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地方嚟咯。咁我因為我為咗我寵物助念，咁我49日內係有呢啲嘅感應，係發生咗啲好奇異嘅夢，令我真係相信一個簡單嘅助念係可以幫到亡者去從此脫離苦海嘅。咁其實佢件事係6月28號發生嘅，咁到8月15號就49日，咁其實而家剩翻都仲有一段日子，咁我希望大家一人一個助念幫幫佢。咁最基本就係希望大家每日由8月15號之前呢，每日食素食齋，咁然後每晚就念以下嘅回向文，好簡單嘅啫，1分零2分鐘都念晒㗎啦。咁念以下嘅回向文就念5次到啦，咁就要誠心念嘅。咁你念嗰陣時呢，你個腦要諗住狗媽媽旺旺嘅樣啦，諗住佢 BB 一路諗，你要誠心，要一片赤子之心，要純粹係純善咁去幫佢。咁其實我哋嘅助念呢，對佢一個靈魂呢係好緊要，因為其實佢依家一定係好迷茫。尤其是佢受好乜痛苦呢，佢好迷茫。但係你只要有一個人，每人一個助念，就好似黑暗中一個光明，你係會引佢去一個光明嘅地方。而佛菩薩會聽到，佛菩薩嘅願力係超級強大嘅，佢係會聽到你嘅助念，聽到你信你嘅助念，佢就會幫狗狗㗎啦。咁我希望大家睇完呢段視頻，真係一人一個助念啦。咁我喺即係好簡單嘅咋，你哋只要將個視頻碌後啲呢，我會將個整篇簡單嘅回向文呢，就會俾你哋見到啦，即係你哋就可以睇到。咁其實係好簡單，你食齋，其實我諗都係食多兩個零禮拜嘅啫。你食齋食到8月15號，咁點解我叫你哋要食齋唔好食肉呢？因為你食齋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功德嚟。其實你食一日齋已經係有功德㗎啦，我話俾你聽，即係食齋嘅功德係有，咁你回向係更加有力咯。咁如果你哋有心嘅，可以有時攞狗媽媽旺旺嘅名義嚟捐，可能200蚊啊100蚊冇所謂，捐俾啲流浪動物機構，你叫佢開翻張收據，係要寫狗媽媽嘅名啊，旺旺即係狗媽媽旺旺咁樣都得㗎啦。咁你哋一陣間碌去我後邊嗰個視頻嗰度睇，咁睇睇嗰個回向文，你哋每晚誠心咁念咯。咁我好希望你哋能夠幫到佢，因為如果越多人助念呢，對佢影響會越大嘅。係因為始終即係個力量會大啲咯。咁同埋我同你講係唔係迷信嘅，其實係真實。即係我或者遲啲再會，即係如果遲啲有，或者我可能遲啲會拍啲視頻話俾你聽點解我深信，我係深信不疑嘅。因為我自己都有讀過大學啦，即係我又唔係乜嘢專業佛教徒，我唔係呢啲嚟嘅。咁但係我當時隻寵物離世，我覺得除咗喊，不如做啲實際啲嘅嘢。真係要幫到佢嘅嘢，咁於是我就助念啦。咁其實真係不可思議，因為我係發咗啲好特異嘅夢，嗰啲唔係話日有所思夜有所想嘅夢嚟嘅。咁我係知真係原來佢哋係成功去咗西方極樂世界，即係原來真係有呢啲嘢，我係助念咗先知有呢啲咁嘅事情咯。咁
係咯，或者唔多講啦。總之你哋係要喺8月15號之前，就佢49日內，就希望你哋能夠每日食齋，然後將食齋嘅功德回向。回向點樣呢？你就每晚呢，就念我以下嗰個回向文啦。你哋再碌後啲呢，我會梳喺後邊嘅，即係可能六分鐘到啦，6分鐘至7分鐘嗰段視頻，你哋可以拉落去睇。咁或者如果你哋中意，你有啲更加叻嘅，可以念嗰啲叫地藏經啊，或者點樣嗰啲我唔識啦，嗰啲真係專業嘅。但係其實如果你哋即係未接觸過嘅，好似我咁唔識嘅，即係我其實對佛教我都唔係好識嘅。咁但係我覺得嗰個回向文呢，我都係上網睇人哋，我自己咁講嘅啫。但係我即係覺得係真係十分有效，但係真係要日日念咯。但係我同你講，你哋係一定幫得到佢，因為依家佢個靈魂呢係好迷茫嘅嚇，佢真係需要你哋嘅幫助，咁懇求你哋幫幫佢。咁我就講完㗎啦，你哋拉落去睇得㗎啦嚇，唔該你啊。